投資者咧最基礎最 fundamental 嘅信念就係市場短期咧可能會錯價，但長期咧永遠都會修正翻去佢應有嘅價值上面嘅。例如咧熊市嘅時候咧，人咧就會太過 panic， 令到投資者咧因為恐懼所以不停拋售，令到一間公司嘅股價咧遠低於佢應有嘅價值，股價咧係被嚴重低估。而喺呢個時候咧，價值投資者咧就會入場買入，因為佢相信當市場冷靜過後，價格係會翻去應有嘅水平。而呢一套價值投資嘅理念就係巴菲特堅持咗一生嘅信仰，所以佢最出名嗰句就係別人貪婪我恐懼，正正就係講緊價值投資嘅精髓。而呢個咧都正正係巴菲特前排買入 UNH 嘅原因，佢就係覺得 UNH 短期嚟講咧係被過分拋售咗，只要市場冷靜翻落嚟，股價咧係會回升翻去一個佢應有嘅價值水平度。所以投資者嘅邏輯咧其實好簡單，短期嚟講咧市場係會錯，但長期嚟講咧，當市場冷靜咗之後咧，佢係會修正翻去一個應有嘅價值水平上面，而企業嘅價值係會帶領價格回歸到佢應有嘅水平上面。